大家好，我係潮州會館中學中一學生欣月。今次我參加呢一個活動，因為媽媽透過學校知道咗有呢一個活動，就俾我睇咗活動嘅資料。我睇完之後覺得好有興趣，好想可以去感受一下呢個活動，知道可以接觸到一啲專業嘅人士，透過佢哋，我哋可以學習到成功同埋失敗。呢啲嘢都唔係可以喺書本上面學得到嘅嘢。喺呢個活動裡面，我哋可以學習到幫助我哋正面咁樣去成長，好好咁樣去體驗。所以好希望能夠參加到呢一個活動。多謝。